来是风台起地，甲嘉南地区酸长甲真严重，停电停上久的台南北门的英良里，昨深夜这个电总算来了，停电停11天，总算有电通用，居民是真激动嘛真感动。除了感谢台电，嘛赶紧来清冰箱、洗衫裤。台电的工作人员伫社群平台来铺文，讲伫咧台南修复到电力足足10天，真辛苦，但是真有价值。站稳一点咯。伫工地门啊，裤脚闭起来，行落气温啊。台电的工程人员就已经当起电火条啊，甲扶起来。虽然敢若村电火条啊上电关系过，不过也是正当。就算已经断电，也是有潜在风险。工程人员将工作画面抛起伫网络顶分享，佮抛出拄到灾区的状况。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工程人员看到电火条啊倒几排拢硬起，文章内底讲到，伫台南点10天修理到昨结束，就是要互灾民量早有电通用，真歹势，互大家等了遮久，也多谢民众的支持，真辛苦，也毋过真有价值。伫台南修理的这最后一日，就是北门区内这个英良里。真正倒几排的电火条啊，即摆拢已经修理好势，电线也拢有好啊。遮停电停11天久，昨深夜总算复电。遮第一电价就是开火啊，开内底火开冷气啊。里长讲，英良里内底保安气温啊，占200外界底，范围真宽。真济电火条啊，和风台扫一个拢浸伫气温啊内底，真歹修理。余温慢做，他们养殖业的损失很严重啊，因为没有氧气啊。对于养殖的人家来讲，无电通用的这11天，过一天未输过一冬。就是很辛苦啊！怎么说？一来就是担心我们的养殖户会没有电，不能拿水车啊，那个文革不能抽水换水。如果艰苦的11天总算复电，居民真激动，嘛感谢台电无变无这个修理。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个台电这边的这么卖力的，真的是他们很卖力。气温的水车搁开始胖，用实的人家第一时间抢救蛤蟆，减少灾后的损失，到达恢复正常的生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